各位好，歡迎來到人類報告。今次要探討的人類特質是自我成長、自我完善。一定要嗎？人類天生就帶有不能抗拒的內在力量。人類一個顯著的特質，自我提升與自我成長。請容許我為你解說這行為背後的內在邏輯。人類並非被迫成長，而是天生就具有這樣的本能。我們先來了解基本原理與三層框架。人類常面對一個內在的疑問：究竟要不要逼自己成長？他們從小就被灌輸要進步、要更好的觀念，但有時也會想：難道不能安穩待着嗎？自我完善、自我成長，真的那麼必要嗎？我的回答是必要，但不是因為外界要求，而是因為人類天生就是如此。請注意一個現象，即使沒有人逼迫，人類個體也常常暗自想過：如果我能學會彈奏那首歌就好了，如果我能把脾氣改好一點就好了，如果我能更了解自己就好了。這種念頭並非來自父母或社會的強制，而是像種子發芽，花朵像光一樣，從個體內部自發性產生。心理學和腦科學研究顯示，人類天生就內建了一套自我完善的程式。這不是理想主義的空話，而是寫在其基因裏，刻在腦結構中，也回盪在心靈深處的本能。今次探討將以一個簡單的三層框架幫助你理解這股內在的力量。生物層面，大腦和身體天生就傾向於升級；心理層面，動機和意志天生就喜歡挑戰；心靈層面，意義感天生就尋求超越。這三層，一層疊一層，像一座金字塔，也像一座螺旋狀的樓梯。我會按生物、心理、心靈三個層面的不同面向分層解說，再講他們如何協同轉動，最後回答那個最實際的問題：順從這一天性到底能讓人類變得多有力量？第一節，生物層面，人類的身體就是一台成長機器。先來看最基礎的生物層面，人類的身體和大腦。你可能會認為身體不過是進行新陳代謝的載體，大腦不過是應付生存的工具，但事實上，它們骨子裡是追求進步的機器。首先，人類大腦中存在着一種叫做多巴胺的神經傳導物質。許多人以為多巴胺只管快樂，其實它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驅動個體去追求變好。當人類設定一個小目標，例如今天走1萬步，學會一道新菜，其大腦會預先模擬成功後的愉悅感，然後釋放多巴胺，提供行動的動力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當個體真正學到新東西，攻克一個難關時，多巴胺會再次釋放，使其感到進步本身很有意思。這就像身體裡裝了一個內建的獎勵系統，每成長一點就得到一點甜頭。其次，大腦有一個神奇的特性叫做神經可塑性，意思是每一次努力、每一次練習都會實質改變大腦的神經回路。就像走山路，本來沒有路，走得多了就踩出一條結實的小路。越是學習、反思、鍛鍊，大腦就越是為成長而重塑自身。因此，自我完善不是心靈慰藉，而是實實在在的物理變化。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，叫做自創生。簡單說，生命系統天生就會主動與環境互動，以維持和更新自身。進食、呼吸、運動是在維持身體；學習、思考、交流
是在維持心智，成為自己這件事，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自我更新。如果人類停止成長，反而會感到枯萎，因為身體和大腦不允許。所以，生物層面告訴我們，人類並非天生懶惰，只是尚未啟動這個天然引擎。而一旦開始行動，大腦就會自動提供激勵。第二節，心理層面，人類的動機與意志是成長的導航儀。有了身體的燃料，還需要一個方向盤。這個方向盤就是心理動機系統。心理層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夥伴，一個叫成就動機，一個叫自我控制。成就動機就是那股我想做得更好的衝動，它讓人類想挑戰難題，想超越昨天的自己，想得到認可，也想對得起自己的標準。有人會問，我沒有太大野心，是不是就沒有成就動機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成就動機不一定要爭第一，它也可以是我想比昨天多讀幾頁書，我想跟孩子溝通時多一點耐心。只要想變得好一點點，成就動機就在工作。但光有衝勁也不夠。各位一定觀察到這種現象，人類下定決心要早起跑步，結果鬧鐘響了又按掉，這時候就需要自我控制。自我控制就像一塊肌肉，它能讓人為了長遠的好處，忍住眼前的誘惑。想學好英文，就要忍住刷短片的衝動；想存錢旅行，就要忍住不亂買東西。自我控制並非天生強大，它像鍛鍊肌肉一樣，用多了會變強，偷懶了會變弱。成就動機提供了去哪裡的方向，自我控制提供了走得到的耐力，兩者必須配合。沒有成就動機，個體會活得安穩但無趣；沒有自我控制，則永遠在起點打轉。而當他們配合起來，成長就不再是痛苦的堅持，而是有方向的前進。心理層面還有一個關鍵，目標要分大小，大目標提供方向，小目標提供回饋。每完成一個小目標，大腦就會獎勵一點多巴胺，心理上也會多一分自信。這樣一來，成長就不再是副差事，而像遊戲升級一樣具有樂趣。第三節，心靈層面，人類為什麼需要意義？有了生物的燃料，有了心理的方向盤，但最終要開往何處？最終的目的地是什麼？意義就是心靈層面要回答的問題。各位有沒有觀察到這種情形？人類在努力了很久之後，突然問自己：我這麼拼，到底為了什麼？如果找不到答案，他們會感到空虛、倦怠。這就是心靈層面的飢餓。心靈層面的自我完善，不是要變成超人，而是要與自己、與世界合力，找到一種我這樣活着是值得的感覺。東方智慧很早就看透了這一點。孟子說：萬物皆備於我而反身而成，樂莫大焉。當人類真誠地反省、修身，會感到一種與宇宙合一的快樂。這不是玄學，而是活得很通透、很完整時的體驗。道家講返璞歸真，去除那些多餘的造作，回到最真實、最自然的狀態，你會發現，真正的成長往往不是增加，而是減少。減少焦慮，減少偽裝，減少對外界的過度依賴。西方有一位心理學家叫肯威爾伯，他提出整合心理學，認為人的成長是從物質、身體、心智一直發展到靈魂和靈性，最後個體發現自我完善不是為了壓倒別人，而是為了超越小我與家人。
朋友、自然，甚至與更大的存在連結。說得更直白，人類學一門技能，不只是心理層面的為了賺錢，更是心靈層面的用這門技能去幫助別人，去創造價值。鍛鍊身體，不只是生物層面的為了健康，更是為了心靈層面的有精力去愛、去玩耍、去體驗人生。當成長有了為什麼，所有的辛勞都會變得甘甜。心靈層面還有一個重要作用，它能把挫折變成養分。當人類遇到外在條件不配合、需求不被滿足的時候，如果只看生物層面，會感到痛苦；只看心理層面，會感到失敗。但如果有了心靈層面的視覺，他們會問：這次困難，我可學懂什麼？於是阻礙反而變成了成長的階梯。第四節，三層的互動，一個向上旋轉的螺旋。探討了三個層面，你可能會認為它們是分開的，其實不然。它們像一條鏈條，也像一個圓環，每天都在人類身上協同運作。請認清這個由觸發、導航、驅動、回歸組成的簡單循環。觸發：人類讀到一本書或聽到一句話，心裏突然有一個感動，我想成為一個更溫暖的人，這是心靈層面給予的意義種子。導航：他們把這份感動變成具體計劃。那我每天要練習用心傾聽5分鐘，還要記下自己發脾氣的次數。這是心理層面在設定目標和策略。驅動：他們開始行動，每完成一次傾聽，大腦分泌一點多巴胺，讓他覺得今天不錯。每忍住一次脾氣，自我控制的肌肉又強了一點。這是生物層面在提供能量和獎賞。回歸：一個星期後，他們發現跟家人的關係真的變好了，那種我做到了的感覺，反過來讓這件事顯得更有意義，於是願意做得更多，這就完成了一個螺旋，可以繼續往上走。這個循環如果轉得起來，人類就是順從天性地成長，不費力，也不痛苦。如果那個環節卡住了，他們心裏就會感到不適。例如，只有心靈層面的感動，我想改變，卻沒有心理層面的具體計劃，就會變成想很多，做很少。只有心理層面的目標，卻沒有生物層面的獎賞。例如，天天逼迫自己，卻從不慶祝小進步，就會很快耗盡自己。只有生物層面的多巴胺追求，卻沒有心靈層面的意義，就會變成工作狂或上癮者，不斷追逐刺激，卻始終不滿足。所以，人類要做的不是只專注一個層面，而是讓3個層面互相合作。當感到沒動力時，去看看是不是多巴胺回路太久沒被啟動，給自己一個小勝利。當感到迷茫時，停下來問心靈：我當初為什麼開始？當感到堅持不了時，檢查一下心理層面的目標是不是定得太高了，或是否有偏差。成長不是硬撐，而是設計一個讓這股內在力量為他們工作的系統。結語：順從天性，成為更有力量的存在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自我提升、自我成長，對人類來說一定要嗎？我的答案是不一定要，但它們本來就會。就像花不一定要開，但春天來到自然就開了。鳥不一定要飛，但它有翅膀就會想飛。人類天生就帶着生物層面的驅動、心理層面的動機、心靈層面的意義在活着。成長不是他們的任務，而是他們的本性。當然，
人類可以選擇不理會這股天性，他們可以每天重複同樣的生活，不學習，不反思，不挑戰自己，但那樣他們會感到一種隱隱的枯萎，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活出原本的樣子。反過來，如果他們願意順應這股天性，哪怕只做一點點改變，每天讀幾頁書，對家人多說一句感謝，原諒自己一個小錯誤，這樣就會發現，力量不是從外面灌進來的，而是從裏面長出來的。順從天性，不是要求永不休息，永遠衝刺。恰恰相反，理解了這三層結構，人類會更懂得照顧自己。累了就休息，因為休息也是生物層面的修復。失敗了就調整目標，因為心理層面需要靈活。迷茫了就找回意義，因為心靈層面是他們的燈塔。最後，請各位記錄這人類特質的核心表述：你不需要變成別人，你只需要變成更完整的自己。那個更完整的自己，本來就藏在天性裏，唯一要做的就是信任它，順着它，一步一步走下去。今次的觀察到此結束，下次將探討另一種人類特質。報告完畢。若想對報告內容有更清晰的理解，建議聽多一兩次。